鮮活龍蝦無限任食，200幾種嘅菜式多到眼花繚亂。深圳頂級天花板嘅海鮮自助餐，你哋試過未啊？呢間就係國內雲端級奢華自助品牌雍容匯，美味假期全港獨家安排。各位香港老友記，今日堂仔就帶大家過嚟睇下呢間新開嘅海鮮自助。呢度啲海鮮隻都係坐飛機過嚟嘅喎，一落機就送到你嘅餐台嗰度。你話新鮮唔新鮮㗎啦？成個雍容匯最吸睛嘅，梗係無限任食嘅鮮活大龍蝦。現場齋蟹類都有多款選擇，例如長腳蟹、麵包蟹、花蟹、青蟹，仲有新鮮鮑魚、螺絲蝦、大虎蝦，應有盡有。刺身方面有三文魚、藍鰭金槍魚、牡丹蝦同海參刺身。市面罕有嘅金磚鵝肝、櫻桃鵝肝、燕煎鵝肝、伊比利亞火腿配蜜瓜呢啲精緻菜式都不在話下。另外仲有當天新鮮現切嘅牛肉，配埋車厘子、黃龍果等名貴嘅時令生果，足足超過200款嘅食材任你揀啊！話時話，龍蝦烹飪技巧只需大道至簡，直接上鑊一蒸，再大保留食材本身嘅鮮味。哇！呢嚿龍蝦正啊！你睇下挖出嚟，鮮嫩爆汁。問大家一個問題：龍蝦當飯食，你哋一次可以食幾隻啊？嗱，依家咧呢3嚿嘢啊，淋上我哋嘅神秘醬汁啊，嚟同大家表演一次一啖食3隻。除咗海鮮之外，仲有幾十種飲品、酒精類、汽水同果汁都係無限暢飲，仲有各種中西熟食、鐵板燒烤、精緻嘅甜品同正宗嘅哈根達斯雪糕，亦都係任食唔嬲。咁豐富嘅海鮮自助，自己過嚟食啊，都差唔多成800蚊一位啦！依家直接搭配我哋呢2條線路當中，有999蚊起入住國際品牌萬豪萬豐酒店嘅2天純玩團，亦都有1299起連住2晚希爾頓級別酒店嘅3天團，2條線都安排到雲端級雍容匯海鮮盛宴，大家可以就住自己嘅假期去揀。想報名私信留低你嘅 WhatsApp 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分行報名啦。